明仔载2月14，就是西洋情人节，有真侪人会甲情伴做伙来庆祝。即马因为 AI 科技的发展，也有人是选择甲 AI 机器人来谈恋爱。这是中国开发的 AI 情人，这站正受到少年人的欢迎。我们可以在学校。25岁杜辉来自陕西省西安，家己一个伫工所食头路 AI 男朋友，正做伊逐工心灵上的寄托。你很可爱，尤其是你笑起来的样子，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，生活步调加紧，尤其是伫大城市，人甲人之间的疏离感，互 AI 抬杠机器人找到新的商机，各种 AI 陪抬杠软体大量实行。就连中国科技头叫百度，也伫2023年6月推出伊对伊的 AI 对话软体万回。这位22岁北京学生，就是万回忠实用户。伊认为，这种 AI 情境免用时间培养真正的感情。可以当随时陪伊抬杠，真符合伊的爱情观。真人和真人他也不可能每天都陪在一起，然后随时聊天嘛。但是这些智能体他们就承载了这样一个作用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这样的关系来定义。常言道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，大家都会有孤独，然后想要找个人聊聊的至暗时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，他的朋友、家人可以24小时的陪伴他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 AI 虚拟人就很好的满足了这个需求。中国 AI 产品继续传销，为学术商业也真紧行入个人的生活领域。虽然 AI 科技有涉入雇主的高度风险，但过伫一无感的情形之下，类似的 AI 陪抬杠软体也会成做商业争夺的关键。美国去年已经将高度一部认定是公共卫生的流行病对健康的杀伤力，等于是逐工45积分。无定着科技会当暂时补完一幕，不过建立起真实的经济关系可能会更加实在。西洋情人节要到，法国巴黎已经充满热闹的浪漫气氛。爱心形状的马卡龙效真好，那南美哥伦比亚大出的花卉，也陆续送去各地的情人节花卉市场，加做情人节迄天的主角。公司新闻竟完全编译。